出水阁好。古前解说2句仔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，解说解说。好比咱来研究，研究日本时代一条囡仔歌，阿嫂咧讲互小姑仔听，讲安那，见面就讲姑仔你来，嫂啊都唔知。今年田无做，冬无收，饭咧吊千秋，鼎挂水人愁。要买咸咸到土，要买肉拄着人禁毒，要买菜拄着掘菜果，要买鱼拄着风台雨。唔啱唔调工诶，无啦，迄是姑仔你来吼，也无先甲我讲，无通知，无写批，无敲电话，无 email， 吼，愈讲愈含。日本时代囡仔歌。记载伫咧李宪章先生所编的《台湾民间文学集》内底。这咧讲道具，我那半笑亏，因为今年吼田无做，冬无收，以早的人煮饭，拢用饭粒伫咧糊饭，啊饭粒吊千秋，无煮饭，饭粒吊吊的，嘛无煮菜，鼎挂水人愁。即摆就一项一项笑互小姑仔听呢。买咸咸到土，唔好啦，迄歹食啦。买肉。拄着人禁毒，啊！即2工仔食菜袂使卖肉啦吼。过来买菜，人则当伫咧掘菜果，还袂压菜籽，还袂压水，哦，都还袂收成咧啦。过买鱼，哇，讨海人无出海，因为风台雨。啊，真正足调工的，讲唔听。趣味斗句的囡仔歌继续听。要买豆腐，要生菇，要买豆签烂糊糊。菇仔今年罔艰苦。旱之签往来河，食袂落去配菜补，等待天公有补数，互恁兄收成1000块。太低太阳来相补，互哥你食甲牙痒痒，喙吐吐。买豆签买豆腐，买啦！今仔日中春，旱之签食袂落去配菜补。哦，这都上介艰苦的你。当然，囡仔歌毋是真正讲。阿嫂甲小姑，大家伫咧搭嘴讲，主要是要骗互道具，要骗互趣味，要骗互幼囡仔了解讲生活中看到万项的事物吼，即叫做豆腐，迄叫做豆签，迄叫做鱼，迄叫做肉，迄叫做鼎挂，迄叫做饭咧。啊，当然还有一个较趣味的手煞，讲哦，天公若有补助，明年恁遐若收成，我太低太阳，互你食甲咧饱通通，牙痒痒，喙吐吐，趣味的囡仔歌甲你互相研究甲探讨。